我这波啊，太棒诶！好走，好走。阿尼满地，阿头壳对落，心情红衫裤头顶过咧，可爱小阿尼，今年是几岁？听问阿娘不知家翁也陪。脚穿红布的一步叫一个，实在真美丽，愈看心愈美。拜托阿娘啊，予阮爱一个。拜拜。问要创啥物？阮都无爱去，甘愿等子做工来万岁。阿娘万岁，阿阮磨伯伯，阿娘家阿伯不免做空客，三顿又细细，敢会活一世？每暗带你来用油野粿。风流老阿伯，讲话真实的，回头吃水也唔吃歹势。阿娘阿莫讲心酸话，看恁最近代志下小弟。啊，不笑。怕到巴大个啦，就这个，我教你。老板你，恁叫做啥物名？你讲啊，你注意啊。起来！我咧问讲恁两个有做啥物名？啊，你是咧讲啥？我跟你讲啊，我讲你注意啊。啊，你当是我生谁啊？要叫我注意？啊，你明明是摕了出来。啊，等下，你物件甲人弄到外高是煞，啊，敢唔免赔是？赔了。赔钱摕出来。我真正了。存遮就好啊。我甲你讲哦，以后唔准你过来遮闹代志，若无互我大金婆知影吼，啊，我就无放你煞。大金婆，请用茶。死查某鬼啊，都无礼无貌。迄阿哥呢，叫大金宝。哎呦，来王啊，无要紧啦。当美丽啊吼，出事是我家做三陪，啊嘛20年无见面啊，当我这个大金婆都互人叫到已经拢惯死啊你咧。无来王啊，喂，啊拄则遐人是来创啥的哈？要来闹店的啦。闹店。是啦，迄最近咱庄仔来哦，一治安哦，这几年来加偌歹咧，你知无？哈，有这落代志哦。是啊。嘿，啊讲起来就奇怪咧，我会记得较早咱这个庄仔内的少年家啊吼，大家拢嘛安尼朴实，啊又搁单纯，啊即摆哪会走一寡这个不三不四的出来哈？事实是安尼啦，啊，拄安尼最近哦，拄喺外地方哦，迄搬偌济来咱庄仔内人大咧，要什么哦？有一个姓贾哦，啊名讲或者朴啦，贾朴的啦。这个人哦真超过呢，嚯，来咱庄仔内规模开偌大呢？一间迄个柔道馆啦，搁一间迄个国术馆啦。啊，叫我探听着讲，最近啊，咱这间店啊要开发变观光地区呢。观光地区呢？是啦，以后才一定足闹热咧。对啊。就是安尼哦，迄世界野心有够大啊！就是看阮这店的吼地点好哦，伊就想办法要叫阮搬离开这个所在。最近哦，店面拢互伊闹到生意有够歹的呢。是讲哦，这款的人应该要甲伊教死啊！哈？假死？这啊，卖较顺。是安怎啦？恁小弟有去探听过啊？嗯，这个人哦，听讲功夫外牛呢，迄是有够厉害呢。唔是安尼尔，身躯边的土地哦，几百个了。是啊，啊伊讲哦，18般武艺，逐项拢会哦。 18般武艺尔，我少年时候有365招，招招立骨，招招见血。那金仔寺吼有72遍呢。啊，这种人吼，互我对付就好，稳妥当啊。哦，好啊啦，莫搁转啦。这啊，这
少年的是啥？哎呦，我煞袂记咧甲你介绍啦。啊，伊吼都住伫我的身躯边20年迄个土地啊啦，伊姓温，名叫做特栋。好，温特栋。特栋，这个名更好听哦。原来哦，面头一个就是温特栋，师爷你好。啊你是？特栋诶，我煞袂记住，我甲你介绍啦，这个我的按查某囝叫做米莉啊。来，去按。哦。人阮过来。快去！你大姑丈，你免动，你免动，你唔免惊。你那遐钱无害我，只好委屈你来阮厝做早干啊！行，少年啊，啊有啥物代志，啊就从讲的就好啊，啊安尼叫当你好换心。哎呦，大新婆啊！啊敢是清水啊？哈咯，当时发生啥物代志啦？我这不老主哦，去甲人跋筊输人啊，欠两个貂钱，无才了害人。即摆你要传小妹去做查某干拄潲啦。哈，有这落代志哦。我本身无想要安尼做啦，谁介意要欠我钱呢？啊无，咱来借问一下吼，啊伊唔知是欠你偌济吼3万2尔啦。哈？3万二？哎呦，啊当都害啊！啊，我身躯阁无赚遐尼济现金，无安尼啦，我这对吼金权吼有3两重啦，啊暂时放在你啊，我明仔载再来甲你讨。 3两重啊！嘿，你这查某人佫真大方哦。3两，要若安尼，你就唔免佫再来讨啊。啊是安那袂用个讨？是安尼啦，这条钱你已经欠我3个月啊，其他的当做是利息。啥货啊？哦，你这人的心肝有够雄的哈，连跋筊钱啊爱生利息哦。嘿，啊你明明是皮咧上。啊你讲安那对啊？嗯你真正是落车头无探听呢。嗯。我姓贾，叫做英雄，我无你好惹哦。哦，你有做英雄哦。安尼你真歹运，今仔日去撞到我这个李杰。啥物啊？你这行的是李杰哦。我甲你讲，大家听我详细。阮厝是一个开武馆甲柔道馆。你管你啥物馆？南馆、北馆、餐馆，也是殡仪馆，拢总同款。我决定伫要管。好啊，你真正是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。敢伫我英雄的面前讲这个大声话？我若一看你血头已经食到这么多啊，我随时互你好看。要互我好看？好啊，要无啊，袂甲试看卖咧。要若安尼，我就真正无客气啊！放心啦，若有我伫咧遮吼，绝对无问题。哦，你这个老查某人啊，当这一个人的面前，互我英雄的闹气，甲你拼！啊啦，你感觉安怎？唔敢啦，唔敢。你真是干嘛甲人欺负呢？真是的哦，无影无影。啊啦，你唔讲，唱歌。唔敢啦，我安尼，拢是为着阿姨啦。哈，哎呦，哎呦，恁即马这个少年的吼，实在互人伤正无呢。人个古早爱是讲牺牲，啊你即马的爱是从设计哦。哎呦，你明明是有影唔正经。好啊，我唔敢我爱啊，唔敢啦。唔敢吼，唔敢就好，紧转去。紧啊！唔爱。行吼，你唔通跋到这边热我哦。哈，其实是安尼，我牵猪哥哦，我才牵过来10年啦，我哪有欠一寡钱啦？啊，拢是阮那不孝顺哦，家输掉输了了。就是嘛，我那遐不但将阮阿爸辛苦赚来的钱，拢啊输去，
连我嘛差一点仔都有代志。哎呦，都是嘛！哎呦，志忠啊，我看你都生做遮尔啊巧咧，你是哪要做迄个糊涂的代志？你敢无听人伫咧讲跋筊是十跋九输，跋筊也无咧好啊你。你安怎？你这不孝子个，袂见袂孝，袂切袂甜，今仔恁爹无甲你教示到你灵个，你讲我好。妈，你不知，妈，你莫为啦，莫为我假讲规个啊！清水啊，你是咧笑笑啦？咱志忠已经遮尔大汉啦，从讲的从甲劝的伊都会听，从安尼讲的歹看啦。厝内这个不孝子，有看也无哦。阿爸，阿爸，我知影唔对啊，拢是我某，我就抓，从今后我一定改嫁的，认真打拼，认真做人。我若搁跋筊，就把你赶出去。阿爸，请你原谅我好无？请你原谅我。今仔人来了，你去想上介好啦。起来吼！你都袂记知恁爸上疼你，后摆若会改上介好啦吼。一定爱改啦。大舅哥，以后趁着钱，我一定买一对金手环献你。哎呦，戆囡仔咧，小我一对金手环哪有算啥？只要你若会当吼改过自新，大金婆就足欢喜的啊！迄对金手环吼，就当做讲甲你奖励。你两个是安怎啦？敢若袂出叫我卡车整着咧？发生啥物代志？紧讲啦！小叔啊，你毋是讲叫阮两个去迄间干妈店叫闹店？哪会知影吼？叫人走一块推的吼，伊讲伊叫做套动的啦。两三个手就将阮两个兄弟安尼电眼夹有筋骨啦。而且吼，伊身躯边佫对一个老查某，你知影？有一个老查某，是毋生做安尼下顿啊？对，伊讲伊叫做大金婆啊。原来是同一个人，可恶啊！敢将我两个徒弟拍死，明明是我英雄无面子。哎呦喂！少爷，你较看啦，这两个搁来做迄个悬低音的，你做迄个高音的，敢若合唱团的笑死人笑，你是要笑我？叫你去笑死！少爷，做问的吼，恁两个哪会变安尼？一个看正面，一个看倒面啦。少爷，我甲你讲，你甲看，一个吼看正面，一个看倒面，你若带两个出去哦，因两个拢甲你斗看车，拢袂去哦，车弄着啦。是安怎讲袂叫车弄着？安尼你搁想无？你看，这个吼替你看正面啦，车若按正面来吼，袂去弄着啦。这个吼替你看倒面啦，车若按倒面来，嘛是袂去弄着，免让伊去出车祸啦。万不哩车若按中来是要安怎？车若按中来，你家己看啊。你甲我点伊啦！风拍已经真衰啦，你搁伫遐咧拍哪了？哎呦喂！小叔啊，你有想要报这个冤仇无？一定要报！一定要报！哇，是啥物代志啊？你写大声细声安尼，都跟你有食饼？啥物代志啦？就紧讲。哎呦喂啊！我会死啦！心肝囝，心肝囝，多一个哦，迄个泪光囝，遐好大，气我这个破尾仔囝。你讲是啥物啦？你讲。我知影你关心我，你笑我，你会缀我出气啦。对啊。听讲迄个人哦，是住伫咧内王阿因兜啦。哈？内王哦？哦，伊个天公照大，你知影？我开国事关是开假就对。好苦，一苦的。哎呦！心肝囝，你乖乖踮咧厝诶吼，阿母啊，替你来去，我一定哦要亲手亲手，哇，就苦。母啊！小等下，你无听人伫咧讲君主报仇3年未晚，咱是君主啊，看来就好啦。要不咱是开国事馆，你
柔道馆是咱全庄上甲有名哦，啊你去用拍，你用欺负，民主是要囥伫倒位？啊你要来用伊啦？是啦，这民主是一定爱讨转来，也毋过咱会用听阿爸转来，再叫阿爸去甲讨啊。安尼小李哦，等恁爸倒转来，才有气笑啊气笑。对，若这吼，爱甲讲死。想讲哦，生子牙走，生囝就不好了。无啊，你即摆是咧讲啥物哈？啊，我是咧讲哦，恁囝足乖的啦。快点啊！你哪会转来？啊，店上那个？我今仔日关店啦，我常常要休困一工啊。阿爸，啊先那要休困。啊你拢唔知报人呢？迄昨恁阿哥吼，自从迄个你讲啦，注位的啦，迄个假营养的啦，三下甲拍一个美毛毛呢。啊，即摆规整个人拢知影啦，规定人哦，带来咱店口遐议论纷纷呢。啥物讲迄个假营养的哦，无论安怎都唔帮咱刷啦。啊，我若无自从店甲伊关起来吼，到时规大人若出来哦，已经干仔店搁甲咱物件弄到尾，搁饲带，迄个时阵就搁雾煞煞啦。啊，你是好啊，阿妹哈？嘿，我想真袂晓的哈。咱老爸老母生咱两个姐弟啊，是安怎我个性拢袂共款。我这个查某的偏偏这么有胆量，啊，你这个查甫啊，才遐尔啊无胆，哼，别说敢若鸟鼠啊胆。好啦，姐啊，你免叫我姐啊，哼，我吼有你这个小弟吼，我实在是足见笑的啦。你唔敢去开店？好啦，你若唔敢开吼，我替你来开，安尼总是会用的嘛。啊？阿姐，莫去开啦！啊，你要听人讲生事事性啦，你唔通搁自从代志家主闹愈大啦。哎呦，你哦，就是这款的个性，无怪人才会甲你欺负啦。大丈夫男子汉，你嘛较有气魄的好唔好？唉，免惊啦，若有代志，我才负责啦。妥当的，行。穿红衫滚头嘛比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？你哪有听到？大金盘功夫偌好，你敢知影？知影。听讲哦，迄是真勇武士馆的，迄什么英雄的主义，跟你讲，迄个生得金死死。这无啥物啦。这个无啥物啦。我大家拢讲过，你要我才甲恁买物件。因拢是帮腔，恁明明知影我咧开柔道馆甲国术馆，哈！我的面子拢互你写了了啦。一个看这边，一个起倒边，啊你要来看你？莫生气啦，连我都毋是咧大金伯的对手，免讲阮这两个徒弟啦，莫怪伊啊，莫怪伊啦。你敢刁伊？什么你刁伊啊？哈！好嘞，你个挑好势哦，咱宝贝不要欺负我。啊，今仔日去民主你甲拖倒转来，那我好是啊，我嘛有去调查，原来是来华镇，是来华请伊来报迄间干仔店的啊。哦，原来是来往阿用大姐。你毋是讲过，无论用啥物办法，拢一定要得到迄间干仔店。好啊，怎么搁加一个大金伯咧，互因做靠山？我看这件代志，搁较麻烦。本来来往阿用边仔囝都歹对付啊，即马搁加一个大金伯来，要对付因都比较较困难咯。这有啥物困难？就看你敢唔敢啦！你是金龟辽水的大师傅哦，来到下堡乡开国术馆柔道馆，一个老查某你都袂
我就替我对付，迄你用笑死来你啦！咱如果那你就我就对付我规气哦，咱刘道馆故事馆收收起来，莫甲人你才嫌弃！啊，有啊，我有一个好办法。英雄，你有啥物办法？爸，只要你肯出面，迄绝对无问题。啊，你无讲，我变哪会知有问题无问题？啊，爸，我跟你讲。有你，马上去办。红衫滚头马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红也肥。你是要过来遮哪有代志的哦？使，这互我就好。囡仔人闪边啊！哦。啊，你今仔日来找我，是毋是要？不是。哎，我今仔来的目的是，专工甲你送贴来。等下，红贴啊，拢我咧收的啦。啊，若是白贴嘛吼。你的意思是讲白贴啊，拢我咧收的就对啦？使，毋是啦，我是讲话咱无咧收白贴啊。安尼嘛较差不多，家开起来看卖咧。免啦，这红贴哦，一定是要来咱下室内啦。就算要办一块就请啦，互咱食较粗饱粗饱。对，就是要互恁食一顿粗饱粗饱。使，我讲了有对重哦。这张红贴是阮阿爸要向你挑战，要互你食一顿粗饱粗饱。啊，挑战书哦。摕过来我看。恁老爸的意思是毋是要？敢来是君子，啊若唔敢来是小人。行。注意啊！不是啊，这边啊，这边。好丢。这啊，安尼代志要安怎啊？好动的。啊，你的意思安怎？